讲到这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长咧进行测试，总统赖清德呢，暂时头一届去到畅水南视察海鲲号的内部，也对外公开咯。啊，若讲到这美国上届新的情报评估，讲这中共呢无打算伫咧2027年来侵略台湾。啊，那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回应讲，中共的军事扩张将来就唔捌停歇，只有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，才定好阻挡中国野心。头一摆来到国造舰南海鲲号，留下历史性一刻。总统赖清德关心海鲲号测试进度，直到头一摆登南视导。比看这是最高机密的海鲲号内部装备也对外公布。对公布画面来看，海鲲号伫真微真有限的所在采取现代化设计。赖总统顺势紧急医疗设备也来到餐厅，有海纳式的软厨长椅，营造舒适的食饭的环境。房间的部分采取三层式吊铺。总统也关心面层炸光的油梨啊，确保官兵生活居住品质。那总统的右手的上方有一个旋转的钮。另外，赖总统也是到海军256舰队将鸦片药减量及舰南的性能提升进度，海龙号首先完成性能提升安装信息创模架。另外，一只海虎号有今年底完成升级，下大幅提升水下作战能力。也大船要拼海鲲号6个高船，国防部长郭立雄20讲，一步一步来，无设时间表。也是在安全确保的情况之下，把它做到完整。完整之后，我们再来进行交接。交给海军之后，那进行在不同的这个海域进行那个航行测试，可能最后那个重头戏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运用的测试。那这个可能都要就由海军来进行。那这个大概是不可能在那个台船进行的。也来美国最新情报评估，中共无计划2027年攻击台湾。不过，郭立雄警示，中共军事扩张从来无停止。立委会主委柯水正也强调，南方必须做上歹拍算、上好准备，让他感觉到说，明天可能不是一个最好攻台的日子。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实力。他的对台政策还是以这个消灭中华民国、并吞台湾来做准备。对这中东的战事一直拖开，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，影响国际人员的运输。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盟友派军舰来维持航道的安全。外界关心台湾是不是参加？在迄今为止，我们没有接获任何要川普邀请我们参与这个讯息。我们整个的重心都是围绕着我们现在日益升高的灰色地带的袭扰，以及可能对我们的军事威胁。郭立雄讲，对中共威胁，国军目标永远是守护台湾本岛甲离岛的平和金门马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